婆，俺就冇看到。我俩惨做下头照顾我头家，佢上拜创到脚冇讲，前几日将来请主任看咧。我请阿伯好好歇困，将我客家回复啦。佢较固执，知道自家嘅身体和意見好意見。阿伯略慘心情一好呢，上拜聽佢講準備要結婚呢。係啦，總算等到咧，很歡喜啦，恭喜哦！老辣，另外有一件事想請教下，我土屋卡經理到列到中個月，請問愛送去哪位回收？阿婆，你屋卡有夾鏈台冇？先同幾排嘅肉一粒一粒剝出來，連同3種嘅肉做下將入夾鏈台度，肉水也是得倒入去哦。肉水也愛倒入去哦。是少，是得拖夾鏈台度，並用過嘅出手紙，也是泡過嘅茶米、咖比泡來吸收肉水。愛記得，排將嘅肉塑膠殼是唔得放入去，做下愛薄皮包裝，將好放入夾鏈台度。安尼，你夾鏈台愛得去哪位呢？是得交本垃圾車回收，會送去小皮。阿婆，還有乜嘅問題嗎？安尼，我是第二樣選擇藥品回收咧。轉去了後，那有呢行冇清楚嘅，記得愛個打電話來問哦。好，真老辣。